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本土疫情扩大，即马是小到卫福部的食药署、刑事局，才政府单位，因为传出有人确诊，所以相关的接触者拢先隔离、停止上班、等待采验。若台北市石牌仔的进行病院，嘛传出急诊的护理师去画着。另外，伫台北101大楼嘛传出内底有人确诊。新冠疫情继续扩大，卫福部食药署昆阳大楼23证实有一位行政人员确诊，甲伊共办公厅的同事大概20几人，拢已经居家隔离，伫咧厝内等体检的结果。即马规栋大楼拢已经消毒过，疫调的情形也外卫生单位进一步确认。如果是确定的嘛，那当然就已经是到检疫所，可能有家人可能有这种相关的，所以后来去检查以后确定，因为他本来就是很单纯的，做的工作接触可能都不多，但是还是让整个同一个办公室的这种等于是说居家办公。如果觉得他们比较就是有接触到的话，就会让他居家办公嘛。刑事局也证实，警察大队一位监察员20因为落屎症状去病看医生采样，23下到卫生单位通知确诊。刑事局随请清洁厂商伫咧办公厅消毒，相关的接触者依照指示狂烈采检，启动居家办公加分流。本局也依据规定调查杨元在近日的相关的足迹以及密切他接触的对象，在卫生单位通知后续处理方式之前，先予接触的同仁休假、停止上班、居家隔离。伫台北石牌仔进行病院，拄则互台北市政府列做快筛点，验过病证实有一位急诊室的护理同仁23确诊，目前急诊室已经全部消毒，验过病无加讲，讲一切拢交互台北市卫生局来说明。另外，伫台北101夜团工内面某一个老宅的法国巴黎保险有员工确诊，相关接触者拢已经安排居家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快速压悬，台北市快筛的阳性率也阁有8.5%，也是真悬。台北市长郭本铁是坦白讲，看起来无啥乐观，所以对今仔日开始，台北市要提出新的防疫措施，所有的食食店、食的啉的拢同款，拢禁止伫店内食。新北市嘛宣布讲要对咧做，另外为着要扩大快筛的量能，今仔日开始，马街、北医、万丰病院等20间病院卖设快筛站。明天台北市会开20个快筛站我还是要呼吁市民朋友，有症状的才来，这个不是给你做心安的。疫情扩大，台北市体检量也增加，23市府决定扩大快筛能量，伫咧20间急救专责病院增加快筛站。市长郭文铁23案到北医、富医、万丰、马街、台大4间病院40快筛站的设置情形，希望增加20个快筛点，会当互市府更加快速掌握感染源，阻断病毒的传播。也提醒民众有症状才来体检，先互医生判断，需要做 PCR 的人才会公布快筛，加资源留互上需要的人，以免过度浪费医疗资源。疫情指挥中心23公布，台北市新增加本土病例77例，验过国家上校正回归的88例，台北市这边就增加165例。列区依然是集中伫咧艋舺38例。台北市快筛阳性率上升到8.5%，表示疫情无降落来。所以市府有新措施，24开始，所有食啉的店拢袂当伫咧店内用。我们台北市所有的饮食店、饮料店不管你是餐厅啦、夜市啦、百货公司地下街啦、美食街啦甚至是这种小餐厅、这种早餐店等等，你知道一律全面禁止内用，只能外带跟外送。伫中央新增加校正回归，郭文铁有议论，讲自发病到体检日中愈长就愈有闹高的情形，希望中央赶紧公布计算的方法。这个校正回归我也是昨天才第一次听到，你知道不然就请中央公布嘛你们校正回归到底是怎么计算的？我也开眼界要做快速决定的时候，应该改用快筛来做决策。因为体检的量甲确诊者增加，台北市希望会当采用快筛阳性作为通报依据。疫情指挥中心也讲，台北市目前有50位确诊者联络袂到，
若讲找无人，中央将会启动警政系统斗3天，即马已经找到19个人，已经3级警戒到28。这礼拜5过了，是毋是有机会解除？郭文哲讲无啥乐观。记者综合报道。疫情食力的也有新北市，新北市的确定病例，逐工拢超过100例以上。市长侯友宜宣布讲，要伫邦桥、中湖、沙丁堡新增这病例数较侪所在，成立地方的防疫中心。若针对3级的警戒，原本是按算要实施到5月18，也毋过看这个办事，毋知影敢有法度解除。侯友宜嘛表示讲，新北已经做好延长警戒的准备。新北市本土确诊病例数继续出现3位数，连校庆回归23有215例，依然是邦桥上多，中湖第2。而新北市府在邦桥甲中湖成立列区防疫中心了后，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立时搁再新增加2个列区防疫中心，分别是在沙丁堡区，也搁有新增区。在这2个区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分析出来，未来还有2个热区，我们准备在明天5月24号。上午来实施，这2个地区就是三重跟新庄。因为校庆回归，新北市确诊个案大量增加，后生机制和医疗量能是真受到考验。日日大增384例，新北市府24小时内运送328人到病院，也是集中检疫所，也有56人正伫安排要接送。我看是新北市28台防疫巴士，也有10台防疫小巴，也有32台救护车。另外有核定专职病床264床，第一阶段征用388床，第二阶段征用391床。即阵新北市总共有1043床，用专职来收治新冠肺炎的病人。而3级的警戒原定到28，是毋是搁再延长？侯友宜认为是无乐观的条件。疫情看起来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乐观的条件，所以我们整个都要滚动式来做一个检讨，我们要做好随时都有延长的准备。辖区内底有百货商场，自主来停业3天，侯友宜乐观其成，也请大家共同来体谅，渡过这难关。对着医护者第一线人员，若是因为照顾而为着，侯友宜也提出专案补助，每人1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赶紧来关心意大利是发生登山的缆车对半空中摔落土块意外，造成14个人死亡，内底有1个是囡仔。初步是判断讲，那亲像是缆线断去啊，也毋过真正的原因也搁在调查。搜救人员伫缆车摔落地点搜救，缆车破碎车厢也甲规死过。这件造成伤亡的意外发生伫咧度假小镇斯特雷萨，缆车是自20公尺悬摔来，拄好是树林搁正夹，增加救援的困难。一台救护车搁无驶入冰车。Ci sono 2 persone che erano 2 escursionisti, stamattina hanno sentito un grosso fischio e hanno visto questa cabina che stava arrivando in vetta che è messa di colpo a retrocedere velocemente. E poi quando ha preso il pilone è sbalzata, deve essere credo ha fatto 2 balzi. 意大利官方的声明讲，这件意外发生伫咧23中昼12点半左右，伊人阵登山缆车载着10几位乘客，要去海拔1491公尺的莫塔罗纳山顶。车厢内有2个囡仔，分别是5岁甲9岁。当局出动直升机，甲2个人送避，不过9岁囡仔救袂大。根据资料，死者内面有5位已死的人。Ripeto, dopo la caduta, la capinovia, siccome di sotto è molto ripido, la capinovia ha rotolato per un po', per qualche decina di metri, fino a fermarsi a 2 grossi alberi, 2 grossi tronchi di alberi che 初步认为可能是缆线断去，目前还阁伫咧调查。斯特雷萨登山缆车是当地正受欢迎的观光景点，一转20分钟，会让看到7个5+2巴士线的风景。每一台缆车上最坐40位乘客。1970年启用，2014年到16年之间，因为维修关起，进前阁因为疫情关闭，最近才阁恢复营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做回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晚间北部、东半部会转做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的天气。咱来看温度。今日的水气有变较济，过头了后，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尤其是山区爱细日有较大阵的雨。另外，对流云系发展有较旺，有机会会上大雨。
今日伫屏东嘛有机会会落大雨，爱细日单位讲甲强阵风。另外，气象局嘛发布高温的警示，今仔日中昼左右，台南市、高雄市、屏东附近山区也是河谷的所在，是红色的高温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高温的机会。那明仔后日方面会继续影响咱台湾，伫金门、北部、东半部天气拢较无稳定，熬落雨。疫情无稳定，唔通四界拍走。3级的警戒即马也伫继续，啊，毋过嘛是有民众去游山玩水，甚至是无挂喙罨。为着要避免群聚，即马垦丁的海沙埔、武岭真侪景点将规气封封起来。游客为查水坝豆豆行倒转来，警察甲卫生所的人员伫边仔等要甲采罚。疫情指挥中心之一则拜托大家拜六礼拜唔通出门。这阵游客唔若拜六走去高雄的桃园区克拉斯溪耍水，而且拢无挂喙罨。连锁员警前往，发现民众均未戴口罩，卫生所即依法开罚。若是山顶，拜六礼拜伫垦丁同款有游客去遐佚佗，毋过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发现讲，客家人员若一个离开，袂少游客就甲喙罨摕落来。为着避免伫海边仔群聚，管理处决定为即马开始，白沙顶7个海沙埔暂停开放。自即日起，关闭所有的海域游憩景点，那包括暂停所有的一个水域游憩活动。为着避免游客四界乌白走，佮无挂喙罨，侪景点小连续全部关起来。德鲁固国家公园伫第3级警戒发布的时阵，都甲展览馆甲山屋关起来。为了防疫我们从当发布3级警戒的时候，那一直预期一直封闭到解除为止。合欢山武岭顶嘛，伫22大学毕业生伫山顶翕相了后，宣布暂停开放。也若阳明山国家公园暂停开放的所在，包括擎天宫冷水坑，也有园区内底凉亭甲休困的所在。各景点的管理单位是再三呼吁游客暂时莫来佚佗，希望会当降低游客群聚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金门县政府公告讲，对今仔日开始，要去金门爱甲3天内体检阴性的报告，若无就要接受快筛。也毋过指挥中心认为，金门县政府家己安尼规定已经违法，嘛无提出书面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讨论。昨昏指挥官陈时中有专工敲电话去金门，要求撤销这个规定。来看联合报，欠电的危机搁来啊！目前全台湾计共有4座大型的机组进入年度修理的阶段，今日开始到28，恐惊逐天供电拢真暗，会到黄灯。无比咸润月大拿厂1号机昨昏搁跳掉，虽讲有虽修理好势，也毋过电遮尔无稳定，拢袂使有任何死角差，嘛真使人烦恼。来看中国时报。为了避免民众出门，金管会已经宣布讲，对今日开始，网络银行、跨行的转销手续费拢免，实体的 ATM 转销手续费会当减2块。也毋过政策是宣布甲伤相同，所以真侪间银行拢袂赴来应用，也有真侪间银行系统拢还袂改好，所以若是今仔日丰收到钱，后摆会阁退还互你。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87个本土病例，阁有6例是死亡的案例。另外，因为采检通报延长时间，昨昏嘛有阁转170例校正回归的案例。国内本土确诊病例阁超过100例，指挥中心宣布，23新增加287例，其中138例是男性，149例是女性。发病日期是伫5月6至5月22。这个确诊个案分布伫全台湾16个县市，其中是以湘北市上侪。也若校正回归的个案嘛有170例，发病日期是伫4月25至5月22。校正回归内底，以台北市88例上侪，过来是新北市73例。也若确诊的个案内底，同前的患者嘛有增加。昨天为止3860几个个案里面，那严重肺炎的是确实还是在增加，然后呢，所以有6.2%的病人是属于严重肺炎，那另外有2.6%是接近呼吸衰竭或已经呼吸衰竭的程度，那其中66例是正在使用呼吸器当中。另外嘛，新增加6个死亡的个案，
创下高一日的新高，是5个男性甲1个女性，年岁伫50外岁至80外岁，死亡的日期是5月20至21日。内底除了暗号2483以外，其他的5个人拢有慢性病病史。一位病他的在意料上面的回答是说，不是他的儿子回答说没有慢性病，那这部分也需要去查证哦。即马本土病例大增加，指挥中心嘛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累计有480例，有16%确诊的个案关联不明。若这个关联不明的确诊者是安怎去画到的，嘛引起外界讨论。10几号可能就有这个个案了哈。那当然，这个像类似这样的个案，它有可能一开始是由这个境外入，那它的这个感染源是不明的了哦。那在这个部分，到底它是如何感染或那目前大概是说，有关的可能是华航机师的这个部分，还有这个就是在万华的这个部分的活动地区，那这个大概都是可能的一个感染源的部分啦。但市长表示，并不是讲一定都甲华航有关联，因为是关联不明，就一定要查好清楚，才会当公布什么人甲什么人有关联。若全国3级防疫警戒，按算观察到5月28，速度来讲会延长。但市长强调讲，什么时阵防疫警戒会降级，就要看疫情控制的情形，包括体检的阳性率、确诊个案的人数，抑佫出现病例地点等等的变化，拢是参考的因素。这个礼拜是真重要的观察期。目前全国要持续第3级的防疫警戒，会根据疫情的变化，随时做检讨甲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抑佫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46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60例，目前咱台湾计共4322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7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389万例，伫印度是超过2600万例，巴西超过16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7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98万例。印度变种病毒咬团死亡率嘛真悬，也毋过英国即马有一份研究是讲，完整做好2档辉瑞也是 AZ 的预防针，对印度的变种病毒拢有真悬的保护力，算是好消息。那印度的变种病毒这个名是互印度的政府听落是真插耳，所以要求爱改名，改做 B1617病毒。印度政府官员日表示，新冠病毒疫情伫部分地区已经稳定落来，不过死亡人数增加到4194人，而且感染有向医疗资源甲公共卫生欠缺的庄卡地区摊开的现象。疫情重灾区之一的比哈尔省，当地所成立将近100年的达尔巴加医学院，通向病院的道路、垃圾、不积水的环境，对病院工作人员甲病人拢是一大挑战。离首都新德里60公里远的巴苏尔村，在欠缺正规医疗院所的情形之下，只好挖靠一个完全无受过医学教育、敢若捌伫病院做过医生助理的52岁查甫人，经营野外诊所，为患者吊大单，测量费用浓度、磅体温。另外，印度资讯科技部之一发函予社会媒体公司，要求因删除所有包含或者是暗示印度变种病毒字句的大部分内容。自科普指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以 B1617称呼这个去年12月发现的变种病毒株，将伊冠上印度是错误的。无出名官员私下向媒体透露，自科普用意是为避免造成误解，损害国家形象。中国卫当局也捌要求推特面册删除批评莫迪政府防疫不力的大文。印度变种病毒株摊开的情形上严重的另外一个所在，是对全民做大规模疫情注疫苗的因果。英格兰公共卫生署一项伫4月初5到5月16所做的研究显示，辉瑞甲 AZ 疫苗完成注2期了后，对印度变种病毒拢有高度的防护力。So B6172, the new variant from India, has a similar vaccine effectiveness compared to the variant that's been circulating for the last 6 months in this country, and that's very good news and supports the policy decision to move and speed up the vaccine rollout to get second doses at 8 weeks to those most vulnerable.
在印度，因为疫苗数量欠缺，至少有将近10%下令停止后18到44岁年岁层做疫苗，只有45岁以上的人应做疫苗。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白俄罗斯政府为着要掠反对派人士，竟然要求爱尔兰一架飞行机按换所在降落伫首都机场。欧洲的头人知影了后，拢在谴责。来关心日本的疫情严重，民调即马显示讲，多数的日本人反对举办东京奥运。不过日本政府态度并无改变，坚持要举办东京奥运，讲要照常举行。来看英国甲法国，因为注意风险人数有增加，病例数已经降真济，两国有可能伫后个月要解除所有的防疫措施甲关制。镜头转国内来关心，因为咱国内疫情严悬，拢也无法度收煞。统一促进党今日下晡讲专工要去疾管署请愿，希望政府会当接受中国的预防射。今天呢，我们统促党呢必须为民请命站出来，我们要每天如影随形，每天要跟着陈时中，疫苗，得不到疫苗，疫情没办法控制，我们誓不罢休。虽然来关心宜兰的确定病例继续在增加，其中有4个个案5月中捌做伙去食喜酒。官府即马嘛宣布讲，为着要控制疫情，宜兰的餐饮店敢若会使早早包顿去食。另外，桃园有新增加23个确定病例，其中有3例甲同一间酒店有牵连。那亲像是员工停业了后，烧酒拍拍醋。桃园市政府即马表示讲，嘛去调查敢有违法组织。因为确诊者捌来过，药妆店甲铁门酒来停业，内部外口全面来进行彻底消毒。桃园市3礼拜新增加23例确诊的个案，其中3人甲卫立斯时尚会馆相关的感染链有关系。卫立斯会馆感染案件总计已经有5人，市府也对着这阵停业中的卫立斯时尚会馆，再来进行消毒。维纳斯的部分那今天有增加3个个案，个案的案号是4207、4208、4209。那这3位呢是在原本我们匡列的人数里面，那维纳斯案目前总共是累计5人，那总共匡列的人数是大约30人左右。桃园市政府公布的确诊者卡列，包含传统的市场、新鲜的卖场，拢已经在第一时间来进行消毒，也列出全市各区确诊的病例数，其中以桃园区上多，再来是鼓山区。而伫东台湾的部分，我伫台北、新北、贵人、宜兰县3礼拜新增加7例确诊病例，其中1个人是进前路东游艺场互相小位事件内底传染链，第一时间被列出采检是阴性，不过最近身体无爽快，搁再采检才确诊。某游艺场的一个确诊个案的友人，他其实在5月14号呢就已经被我们框为居家隔离对象，而且那时候采检的结果是阴性，表示他对社区没有什么影响。那么他是在居家隔离之后呢，5月20号呢开始有肌肉酸痛啦、腹泻的症状，因此接受采检，而且呢结果是阳性而确诊。另外有4名确诊个案是在5月7日到宜兰的餐厅参加喜宴，官府强调迄暗参加喜宴的员工甲宾客拢已经列出来采检，外观市内的宾客也拢通知当地卫生机关来追踪。因为疫情一直拖，宜兰县府也宣布即日起餐饮一律炸出去食，每只罚3000到15000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再咱来关心咱本土病例数，昨昏咱本土病例新增加287例，也有校正补转来170例。目前咱台湾本土病例计共3102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其中伫新北市上济有1496例，台北市有1172例，伫桃园有153例，彰化84例，基隆有46例，宜兰41例。台中有32例，高雄有20例，屏东有14例，伫南投有10例，云林甲新竹市拢是8例，新竹县甲台南市拢是5例，花莲有4例，苗栗有2例，嘉义县甲嘉义市拢是1例。这个资料是疾管署今日透早上新的统计。咱全台湾的病例数看煞来看中部的疫情，南投有新增加病例，新增加的病例当中有5个人是伫8大行业上班，接触者正好追踪。卫生局即马是呼吁捌去消费的民众，若准无爽快，就要主动通报。
那台中的新个案，有3个人是甲大学生小酒唱歌有牵连。那伫彰化县，即嘛查出有一个确定病例，暗砍家己的行踪已经防处罚。南投县环保局的人员沿路喷消毒水。23南投县一困头增加8个确诊的个案，其中5个人是伫草屯东方红时尚会馆上班的女性，目前已经有49个接触者当地做隔离。那这5个确诊个案都是昨天指挥中心公布外县市确诊的，分别是案号3157跟3445哈。这5位个案是照这2位外县市确诊的个案，从台北市万华区到我们本县的东方红时尚会馆工作，密集接触后确诊感染的个案。南投县卫生局表示，这5个小姐因为去接触到另外2个为网家来遮上班的确诊者全围着，因为东方红时尚会馆是属于8大行业，要追踪接触者是真困难。6月5日7、8至15有去遐消费的民众，人若无爽快出现症状，就要随通报卫生单位。因若台中市礼拜新增加5个本土病例个案，其中朝阳科大去卡拉 OK 唱歌的团报连相关的有3个人。因若中央嘛新增加台中校正回归的5个个案，不过台中市府对这个数字也有疑虑，会搁甲中央进一步了解。昨天的400多个例里面呢，本市是没有校正回归的哈，所以之前我们公布的数字哈都是这个正确的。那不过今天的这新5个案例呢，我们在会后会再跟中央再 check 过这个数字。另外，彰化县新增加11个确诊的个案，不过甲中央公告的人数无同款。彰化县卫生局强调讲，是统计甲公告的方式无同款，总人数拢是同款。也若新增加确诊的个案内底，有10个人甲未水果的迄个团报链是有关系。那这11个病例主要有10案还是来自我们水果贩卖商，所以各位看到水果贩卖商这个传染链已经累积到72例了，这是相当庞大的一个传染链。那另外有例，刚才县长特别提到是一个46岁的陆籍的一个女性。彰化县卫生局嘛查出未水果的迄个传播链内底，其中一个确诊者之前有去园林的登山步道，也搁含山友做伙泡茶开讲，煞调工暗卡行踪，会以传染病防治法来甲裁罚。记者综合报道。那原本拢无确定病例的嘉义县市，即马拢有一个。嘉义市的这个个案是甲台南的个案同齐做工课才会去画着。另外，屏东有新增加8例，拢是亲戚朋友互相相会。嘉义县23出现头一个确诊个案，工作人员赶紧在确诊者徛徛所在来进行消毒。这名确诊者长期伫台中工作，拜6则来回嘉义，由关外徛徛甲感染的方式也伫调查中。这个个案在21岁高铁登记处的第2例检查确诊。发出这个确诊案件以后，那我们就有请他的父母亲去做喉头采检。那所幸采检出来，那父母亲都是属于阴性。林南嘉义县嘉义市相关出现一个确诊个案，是台南进前一个确诊者伫工作上的接触者。他是台南市案3615的直肠接触者。台南2例公布的确诊者案例3615，除了嘉义市的个案，台南23新增加的2个案例，其中案例4018也是伊在工作上的接触者，3个人相关是强标工作人员，而这强标进前把有网家朋友来催因，判断可能因处理未着。案4018是本市的个案，50多岁男性，没有症状。为3615，就是昨天公布的职场接触者。案4221也是本市个案，60多岁男性，为案4018的接触者。另外，屏东一例增加8例，其中有1家4个人拢画着。你个案3457、3458这对同居的男女朋友拢有网家旅游史，并且分别去喂互2个朋友。关系图呢很清楚，就是群聚，那家族之间家庭的聚会，甚至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打牌或是呢这种关系的接触呢，都造成这样的一个感染源。李高勇23是零确诊，和外界质疑是不是因为无设快速检查站，也无普遍检查，才零确诊。对此，市长陈其迈也再说明普遍来检查的2个条件。有高风险族群的群聚感染，或者是当社区有流行的时候，那这2个条件
不是这个或者是这个，那这2种状况就要进行普筛。由南部新增加12例，因讲拢是伫工作上也是亲戚朋友的互相相互传染。关市政府除了到确诊者的卡列所在消毒以外，也搁再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出外，同时人甲人中间也要保持社交距离，吹暗挂好，以免食水防药破空。记者综合报道。昨天家人有新增加5个本土病例，其中有3例5月份的时有去过台北，其中有一个72岁的欧吉桑是要坐国共客运去台北，才搬车去艋舺，所以客运的车头赶紧消毒。23下晡，国共客运归人站展开大消毒。归人市府公布6个人上新疫情调查的卡列，这72岁男性在5月底有6天到艋舺社会进行，而且在国共客运113到台北。而成功市场是出现第2位排单的人确诊，市政府对着大头的位置扩大来列出采检。现在会先针对摊位的一个位置以及它的社会关系密切者，先行匡列。那尽快来进行安排这个采检。比例公布新增加的归人确诊者内底有3例卡列，近2礼拜拢不来台北，在台中运输工具。搁在市场红仔埔5月70中昼到西门町的乡板楼食饭，案例3687是72岁男性，有6天艋舺社会的卡列。在国共客运113来回归人到台北，案例3688是新北的上班族，紧接在代替区间车来回归人到南树林。案例3686是一名高三学生，伫全家8道车站店工作。目前基隆市只有1例。那此外，在确诊者中，我们有1例是孕妇，那现在正在医院里面来接受整合型的一个照顾。的 PCR 的检测，虽然最近这一阵子比较多一点，不过都在这一个负荷的这个能量里面。所以，我们基隆市呢没有塞车的问题哦。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贵人市23新增加5例本土案例。林佑昌表示，贵人市即阵只有1例动静，现有4个检查站，下礼拜启用第5个检查站，也强调即阵检查的量能有够，无需要再新增加社区的快速检查站。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中国甘肃举办一场山地马拉松比赛，因为熊熊变天，路边角路比赛个头强风，温度熊熊下降，嘛造成21个参赛者过身。来关心国际上体坛大代志。直升机在搜救人员去山顶，伫咧正架的山坡继续找失联的参赛者。中国甘肃省一场山地马拉松，22下昼1点半，伫咧高海拔段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局部出现路边角冻雨，抑个大雨的灾害性天气，温度熊熊降落，真侪参赛者出现身体无爽快、失温的情形，抑个一寡人失去联络。真侪参加比赛人拢穿底衫底裤，无保暖的装备。工作人员发出求救的信号，因不因为天气正歹，搜救困难，即嘛有21位参赛者往生。主办单位讲，这是一件因为局部天气突变所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甘肃省政府已经成立事件调查组，调查几件代志。作为赛事主办方，我们深感内疚和自责，并对遇难人员表示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深切的慰问。今日会议里，北文市政府强调，会全力救治受伤的选手。这场比赛有172人参加，不幸死亡的选手内面包括中国越野马拉松较名的选手牛晶，甲知名的跑者左鹏飞。另外，伫国内受本土疫情的影响，将侪比赛拢暂停。本来大家16要伫咧台中办理东京奥运棒球5手的最终资格赛，考虑到国内化疫情、台湾边境管制等因素，昨晚已经向世界棒垒球总会提出取消举办。棒协证实 ，WBSC 已经伫台湾时间19暗同意改伫咧墨西哥办。作业时间很短，所以他们也紧急去接触一些有可能接办的国家。11点多有发函给所有要参赛的球队，他们目前锁定的接办国就是墨西哥。疫情来了伤紧，和台湾无法度办比赛。中华职棒因为负责做混赛，是毋是去墨西哥参加比赛？正伫咧甲国球团讨论，不排除任何可能。在国内外疫情严峻的当下，联盟必须考量教练、选手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与健康，
联盟将会尊重球团球员的意愿，所有可能性都不排除。中职会长蔡其昌讲，一切拢是以球员的健康安全为主要考虑，也怪规工讨论才有结果。伫欧美国家，因为自防射的比率提悬，好生活慢慢转到正常，各项体育比赛也开始增加入场的观众人数。第三阶段解封的英国球迷排队要入去看英超，一半以上的球迷拢已经无挂水淹。多谢拜仁慕尼黑庆祝因完成苏武前的9连霸。4届的马德里竞技最后一战才确定打败港城的皇城，得到7年来第1个冠军，车队庆祝。Grounded to third. There's one. There's two. There it is. It's a triple play. 大联盟纽约洋基伫咧第9局，甲对手攻在这3比红局的高地球，完成敌数2-14年了第1个3杀的守备。洋基伫第9局下半局也佫攻出再见安打，2比1赢白袜。第二投球的是日本籍的投手大谷翔平，对印第安人的比赛是先发。第5局顶半局到手来换投，不过伊无退场，持住投手变做野手，换一个外野的手套去守备。伫尾下打击，伊也用头点走的速度佫真紧，形成一支内野的安打。到即马为止，伊是以28支长打排伫咧大联盟的第1名。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地方放上头来关心奶子，因为受到可花欠水也有高温的影响，今年结籽状况无好，无到5成，农民是真无奈。讲今年产量应该会减真济，消费者嘛要有心理准备，今年奶子无俗。即马当是奶子开花结籽的季节，毋过树顶干那叶啊无半粒奶子，这拢是因为今年可花欠水，佮特别烧热，也压袂落黄霜啊雨。4月防治嘛，今年煞变做拢唔免，就是干那拼水就拼到无路呀。树尾有冷气的花蕊，生出来的奶子又搁真细粒。农民讲，这种时阵应该当咧落蕊，也就是奶子的果子肉结甲重重，就会落蕊落来。毋过已经5月份啊，拢无明显的雨势，水库也大枯枯，尤其中部有限水的措施，想要找水源压水也无法度。看天食饭的奶子吼，你如果嘛无做灌溉设施的，阮奶子粒拢漏掉去啊啦，无法度通佫生存啊。是要有做浸水井，才有一寡水通用。做水水井今年你因为日照时间长嘛，佫拢无落雨，所以讲是调真好。4月无落望种雨，5月当然就拢大土。高温无水，可能致使今年奶子的产量减少，绩效又搁起。农民是真无奈，也只有是祈求天公伯啊，赶紧落雨。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有出一本生态保育的红仔册，故事背景是小琉球，希望透过这本红仔册，展现观光发展的背后环境议题甲规矩，要追求环境永续，才有法度真正发展。囡仔人手来一本由交通部观光局上新出版的《小岛的花菇》，这本红仔册内容是要让民众对古壁的生态有更加深的认识，帮民众守护海洋生物。我们知道小琉球是我们台湾地区海龟栖地最密集的地方，小琉球就是一个生态永续的观光岛，所以这个绘本呢，就是凸显海洋这个环境维护的重要性。这绘本推荐我们要环保，使用环保餐具、环保碗筷、环保袋。小岛的花菇这本册创作元素是小琉球当地食物，佮有海洋的废弃物。琉球乡的乡长是表示讲，册内底甲在地文化佮有环境保护的观念是讲了真好。对我们小朋友除了本地的课本上的教育以外，它融合在地文化以及环境保护的观念，一直在这方面做得十分的好。把学校对于环境教育这个课程呢，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艺术人文领域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跨领域的合作，让小朋友知道说，小琉球的观光起飞要从日常生活开始做起。希望透过这本红仔册，让囡仔自细汉就知影环境保育的重要，珍惜咱的海洋资源，才有机会继续发展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减少出门行大，减少交流是即马对抗病毒、对抗疫情爱做的代志。台东嘛已经呼吁游客暂时唔好去台东佚佗，来回绿岛甲红头水船帮嘛打算停开，停驶到5月18。
一好加一歹，无两好相歹。游客无去大东，会当减少疫情摊开，也毋过嘛影响观光业的生意。即马疫情要烧袂退，大家要是减少出门。台东往回离岛的船帮，23下晡尾帮船为离岛驶岛转来，顶管载70外个游客，还有要出门的居民，稍来都要停航到28。因若南苏的船帮伫咧21都已经停航，而且往回南苏的回程机到月底嘛减3帮。即马两个离岛袂输是荒岛共款，南苏甲离岛的居民拢赞成游客暂时莫来佚佗。有游客进去，我们会还害怕，所以我们就明天又封岛了，所以我们就提早出来办事。至少不会再成为那个防疫破口。这个拜六礼拜，东海岸的公路车流量是明显减真济。封闭的小野柳风景区停车场嘛是空唔空。北边的嘉罗兰风景区虽然也有较少的车辆，不过游客的人数是比英国休困日减真济。另外一个真受欢迎的富山河溪区，海边也嘛无半人。这个情形可能是开园16年以来头一摆伫休困日看无人。虽然即马无人阵，不过风景区目前也是有部分的人员咧上班协助防疫。还是会有人偷跑。台东市区饭店的停车场嘛，交拢无车。台东县政府呼吁游客暂时莫来遮佚佗，伫厝内防疫有发挥效果。不过，这波疫情可能会阁增加一段时间。有旅游业者就呼吁政府，希望会当照去年疫情发生的时阵，互观光业者相关补助的措施，给予员工薪资的一些补贴，然后还有在贷款有利息方面的缴纳，可以给一个宽限期，协助业者度过这个难关。疫情冲击到东部的观光，原本业者期待休热的热气球嘉年华会会当带来旅游的人阵，即马敢会当如期待举行，爱等6月初8台东县政府宣布。目前陆续业者敢若会当加紧加练的经历，大部分的业者表示，即马要是有互员工照常上班，毛付薪水。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疫情进入第3级的境界，未少所在为着要防疫，拢甲5路场所关起来。亲像伫嘉义市，之前已经先甲较侪人去纳凉开讲的凉亭啊，已经封起来啊。即阵啊，公园内底的游乐园、游乐设施、运动设施、拍球场嘛，拢袂使使用。伫传统市场内底嘛，规定袂使食物件。囡仔原本会当耍的设施，即站拢封起来。虽然消毒的工作拢有咧做，但是避免群聚的风险，嘉义市政府做一期封了29个游戏场、64座体育设施、甲55座凉亭。儿童游戏场因为很容易就达到10人以上的群聚，那我们就是游戏场、凉亭、体健设施，还有相关在公园里面的一些运动场，我们也都会全面的封闭。除了公园的设施封起来，嘉义市各传统市场有一寡袂食的蛋仔，即摆嘛拢开始袂当伫现场食，只会当外卖。蛋仔表示生意大受影响。掉差不多70%，人家都不敢出来了，都在外面带了就走了。所有那个传统市场，就公有营和市场，就是禁止内用，全部改成外带。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那个就是各市场的摊商都能够全力配合，在隔日22号就全部都把椅子收好，桌子收好。传统市场全面改造了后，民众甲大家拢会当来配合。白鴿虽然救落来，嘛互民众甲市场内底人较安心。市场管理科表示，即阵嘛是控制疫情重要的关键时期，请大家互相配合甲理解，互疫情早日缓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台湾人公民素养真悬，拢自动减少出门。拜六礼拜虽讲是休假日，也毋过伫路仔顶拢无车嘛无人。因为高雄人炒菜的景点，还有百货公司拢空，袂输空城。高雄晴天伫咧正有名的北里地区驶来驶去，也毋过车顶拢无人。活动时一天差不多10000外人坐，也毋过拜六规工才载648位人客。路也拢看无游客，敢若看到几个伫咧运动骑脚踏车的民众。高雄防疫升级了第一个休困日，人拢无去啊。其实员也共款，拢无看到人。已经5个小时了，没有带到一个客人。昨天也是，我一趟都没带，我就回去了。我想赚一个便当钱呢，也赚不到。排班的计程车司机再无人客，附近的店边生意差不多6-7成，微店规期休到2倍。若是景点零零清清，北高雄本来正闹热的这间百货公司。因为内面有一位珍贵的小姐确诊，百货公司宣布停业3天消毒，附近嘛拢无人坐过。另外，高雄市早就宣布
那爆发做公园的游乐设施甲亭拢总封起，以免关注。连运动场内边篮球的坑也用塑胶包起来，袂用使用。今天看才知道，因为我原本想说，我放假的时候想要戴口罩来这边运动一下，因为结果现在变成说也都不能过啊。真的没人路上啊，只要有车子啊，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少，差很多。虽然农仆人验过这位卖土豆的也是准备要摆档，伊讲这嘛做生意是伫咧趁3顿啊听。伫高阳路的车少人少，民众配合防疫，减少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已经拖冬瓜，第一线医护人员对抗病毒上界辛苦，因的身心压力嘛真大。伫瑞士即马就开发出一款甲病毒相战的电动，鼓励医护人员耍电动送一个。医疗人员看到五彩缤纷的网架，正专心伫咧耍电玩游戏。这是瑞士日内瓦大学毕业所研发的网架游戏。主要是要消透医疗人员长期防疫无助的心情。Puis c'est vrai que l'idée c'était d'essayer de lier les deux, l'informatique et comment l'introduire un petit peu dans notre formation pour que la formation en médecine soit un petit peu plus attrayante. 这个网架游戏号名叫做《独立新冠病毒》，会当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也个英文耍。伫游戏内面会有各种关卡，对离开厝内到下班之前，各种关卡的场景，拢是医疗人员甲长期照护设施内面定定拄到的情形。伫内面只要选到选项，就会跳出一个愤怒的红色的病毒，并且甲耍的人讲正确的做法。医学网络研究期刊的调查发现。瑞士日内瓦有将近300位急诊室的医疗人员被要求耍这个游戏，内面的知识也改正一寡错误的习惯。Et en fait, les résultats qu'on a réussi à tirer de cette étude, c'est que parmi les gens qui ont fait le parcours, ceux qui ont suivi le jeu avaient plus que 3 fois plus l'envie de changer de comportement après avoir fait le jeu. En comparaison avec les recommandations habituelles. 外国媒体报道，自从新冠疫情发生了，将在病加照护结果变做已经传播的感染源。医疗人员错误的习惯，容易和病毒伫咧病人之间互相传。参加设计游戏的麻醉医生所判，希望游戏内面每一项挑战拢会让帮助伫咧前线协助防治的医疗人员，把这么一寡错误的习惯改掉，防止病毒传播。On a vu, aussi basé sur certaines investigations d'épidémie ici ou ailleurs, que finalement il fallait aussi faire très attention que le personnel, les collaborateurs ne deviennent pas vecteurs, ne deviennent pas, si vous voulez, entre guillemets, les moustiques qui potentiellement peuvent contaminer les patients. 因为这个网络游戏也和过去几个月以来感染的情形减少，和这个游戏的研究人员希望会当借着更多游戏，传达包括自预防下的重要医学资讯，和防疫的工作会当做了更加好。公司新闻陈思同编辑。来关心环境，天狗热、马拉利亚、兹卡病毒，这拢是透过探病网来探。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最近就有一项灭网虫的计划，因唔是用网仔水，是甲一款基因放入去公的网仔的体内，透过交配，互因生落来的后代，这细只网仔活无偌久就会死去，要来控制探病网的数量。热、热较好的佛罗里达州网虫真多，常常发生天狗热病例。因果伫最近当地启动基因改造网仔的计划。要野放12000只经过基因改造的网仔。Inside, we have a small container, and this is what we put the mosquito eggs in. We also have a small container for food, and after a week or two, our non-biting male mosquitoes begin to emerge. 这项计划已经得到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批准，伫5月初1正式开始。第一阶段会针对埃及版本做实验。不过，这项计划引起环保团体质疑，认为这么对机改风险也阁无了解，唔知影时间偌久对生态敢有危害。That's the whole point of the experiment, is to take a for-profit company and give them a means to run a test that, hey, they make money on technically. 伫
伫以前美国对抗鼻霉蚊拢是喷杀虫剂，抑过时间一久，蚊虫拢有抗药性，效果愈来愈歹。若是甲剂量加重了，如果惊讲对人体造成危害，所以这种机械蚊仔就互人看作是新的方法。Any side effects to the environment or people reported is well accepted in the other countries where mosquitoes are bad. So no, I don't think it's bad. So to say that we can't use GMOs is like saying, hey, let's not vaccinate for COVID. 马拉利亚、天高热，甚至是指甲病毒，拢是蚊仔叮来传染。每年伫咧医疗资源较无够的地区，造成真侪人死亡。这项计划即卖也伫咧巴西、巴拿马、甲马来西亚等热带国家伫咧测试。因过科学家讲，大自然有家己适应的方法，蚊仔也有可能出现演化。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全台湾拢高温烧热，气象局有针对中南部9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也毋过伫过昼了后，雨面瓦紧，水汽会变侪，全台湾都有机会会落雨，尤其是山区爱细日较大阵的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是22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掌声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